朋友們亦都帶上佢哋最美嘅心情，將最美嘅歌唱給你，帶我哋開啟呢一個最美嘅旅程。咁喺過去22年入面咧，澳門青年志願者協會咧一直秉承咧及弘揚啦共建、友愛、互助、進步嘅自然精神啦。本人謹以至誠宣誓。本人定必持之以恆。喺山區上邊嘅服務，其實對於我自己嚟講係我最深刻嘅。而當中亦都因為山區服務，讓我認識咗幾百位唔同嘅澳門青年。慢慢咁樣，我覺得我嘅生活比以前過得更加充實。最後我好多謝。係我咁大個女第一次離開爸爸媽媽嘅屋入邊，其實我哋就好似屋企人咁樣，可以包下粽、整下禮物。其實多年進戰服務，亦都成為咗我心中可以帶佢去一齊去參與服務。有呢一個兩位小天使都係充滿愛，我希望一次感謝在座嘅各位，今日有你哋嘅到嚟，令到我哋呢次嘅服務月咧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，感謝大家。今次俾我見翻嘅唔單止係過去嘅我哋自己，更加見到嘅係我哋過去嘅我哋。多謝大家！